原来逸轩和爱宝是一对，闹闹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才是一家人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呢？媳妇怎么样？这是你们家事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不应该多这个嘴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逸轩说他会放下爱宝，和我重新开始。可是看着他对我们的孩子那么期待的样子，我就越害怕。我害怕他知道这是别人的孩子，我害怕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回不到过去了。谁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来啦。想我了吗？干嘛讲这些？你想干嘛？重新开始谈何容易呢？我和逸轩彼此背负的罪恶感，让我们渐行渐远。而仁义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明知道该结束，可是却又侥幸地继续着，好像和他相处，才能让我忘记逸轩和爱宝的那些画面，才能让我的心有种可悲的平衡，忘记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。我懦弱地藏进自己的幻想里，逃避现实的烦恼和所有的恐惧。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，可是却仍然表面平静的
过着我们的生活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手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我必须终结和仁义的关系了，为了逸轩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可是该怎么开口呢？我知道为了这个家，我必须悬崖勒马。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和逸轩过下去。仁义约我明天见面，我必须要和他好好谈谈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结束这段关系。为了这个家，无论冒多大的风险，我都必须这么做。老公，我和朋友在外面吃了，你自己也吃点东西吧，别吃油炸的，对身体不好。老公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弥补我的过错。对不起。干嘛啊？觉得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累了。
老头跳楼的时候有没有人意不在场的证据？有，当时他在给全公司的员工发一份工作邮件。哎，上个月的工作计划发我一份呗，好像是有人跳楼那天发的。我记得我看完那个邮件以后就听说有人跳楼，这会不会太巧了点啊？邮件这种东西造假太容易了吧？拿到这些钱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放心，这些钱花完之前，我不会找麻烦的。少废话，我要你永远消失。不管怎么说，爱宝也是我女儿啊，女儿养老的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娶了爱宝，按理说你还应该叫我一声爸爸呢。我让你滚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！放开我！就站在那儿，别过来。你很平静，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。这样很好。你该猜到了，我就是那个要向你揭示真相的人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很喜欢这里，安静，空气好，风景也不错，而且有这么多人陪着，也不会感到寂寞。我在这儿给自己也买个位置，就在那边，比这儿高，风景比这儿好。你说人活一辈子，忙忙碌碌的，最终不都要归于尘土吗？提前给自己买个位置，安心。最近我总来这儿转转，跟这些未来的邻居聊聊。
他们人都很好，对我也好，都很有礼貌，很温和，不像山底下那些人，焦虑、暴躁、虚伪。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早点住进来了。不过很好，我很快就要住进来了，跟乃梦当邻居。其实我早都病了，不光心里面病了，身体也病了。病太久了，你就想早点解脱，就想早点死。死人是永远不会得病的。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。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快死了。也许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这是你了解其他真相的一个起点。快死的人总是想把那些未完成的事情早点做完。梁一，梁一，哎，其实我早都病了。不光心里面病了，身体也病了。病太久了，你就想早点解脱，就想早点死。死人是永远不会得病的。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。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快死了。逸轩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了。真相是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林轩没告诉你吗？他也不知道。哎呦，真被你搞急死了！你不是说林轩已经知道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说清楚，是他马上就要知道真相了。你就不能一次性把话给说清楚吗？每次都到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对不起，那个我有点着急。逸轩的原话是，昨天晚上他收到了一份神秘邮件，约他上午去见面，把事实的真相揭示给他。他现在已经去了。神秘邮件啊？这个时候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神秘邮件？谁发的？
我要知道就不是神秘邮件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想啊，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调查有一段时间了，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，但是我们可以断定，爱宝继父的死肯定跟仁义有关。如果真的有一个神秘人的话，而且他早就知道真相，他为什么不之前跟我们说，非要在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才来揭秘？而且他知道真相，他大可以去公安局报警，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私底下跟林总揭秘呢？我怀疑这个可能是个圈套。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。那林总怎么说？我想他并没有想清楚，他是觉得先见一下那个神秘的人，如果他是真心诚意的揭示真相的话，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去公安局报案了。现在重要的是看住仁义，别让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跑了。我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仁义肯定在公司上班，我们两个想办法堵住他。好，下面我向你揭示第二个真相。我不是爱宝的丈夫，我是他哥。很奇怪是吗？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这个局内人，我都感觉挺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。我们拥有同一个爸爸，不同的是，他妈是我爸的情人，我妈是原配妻子。很有意思吧？两代人的故事竟如此的相似，就像你，还有乃梦和爱宝。如果乃梦能活着，他的孩子就像我。爱宝呢，就跟他的孩子很像。林总，你觉得人活着幸福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幸福。谁不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呀？可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大家就不在乎这些了呢？爱宝他跟我说，他的童年都是在无限的等待中度过的。我也是，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胡同口，坐在院里，坐在屋檐下，等爸爸。事实上，谁都不曾真正拥有过这个男人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看着我妈在那儿哭。我跟我妈说：“你跟他离婚吗？咱们离开他照样活。”但事实告诉我们，我们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我们。
我小时候我就想，可能我爸同时爱着2个女人，而且都是真心的。这个你应该有体会吧？就像你同时爱着乃梦，也爱着爱宝。但是爱一个人，真的可以成为伤害另一个人的借口吗？我小时候看那些电视剧、看书，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爱的名义去肆无忌惮伤害人的人。可我现在不敢了。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，甚至比他们更恶劣、更过分。咱们就这么等着？是啊，要不然能怎么办？你能确定只有这么一个门吗？所有人都在那个门进进出出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以前在这边上班。可是咱们能肯定，仁义现在在这个楼里。我怎么就没想到？想想，哎，这样，你上去看看去。我？哎呀，肯定是你啊，不能是我吧？因为仁义认识我，他看见我的话，我不是露馅了吗？一轩说仁义派私人侦探跟踪过我们。没事儿，你上去看一眼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好吧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我是他的一个朋友，找他有点事儿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今天没在。那他今天会来公司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不清楚。哦。怎么样？仁义不在。你说那个神秘人，该不会……仁义？他们约在哪见面？墓地。林总现在很危险，我们必须要赶快过去。不接吗？接吧。他们现在一定很担心你，怕你有什么意外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其实你很安全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。林总，您没事吧？你要小心，这都是仁义的阴谋。我没事儿，我正和仁义在一起呢。你放心吧。后来我爸死了，死在他心爱女人的床上。
法医说是心脏病突发，所有人都相信了，但我不相信。我就寻找真相。最后真相我找到了，是爱宝的妈妈沟通爱宝的继父，做了手脚，伪装成我爸是心脏病突发。可是真相找到了，我却没有当年复仇的欲望了，也就搁置下来了。后来我妈死了，我得了绝症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没什么意义了，就想找一个最亲近的人了去余生。你让我去这程度啊？我就找到了爱宝，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你去吃别的，好，走，带你去吃别的，好。我跟踪他，偷拍他，观察他，给他拍了特别多的照片。你不也喜欢拍照片吗？给爱宝拍了那么多的照片，甚至奶梦发现你跟爱宝的关系也是通过一张照片。照片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定格我们人生中那些快乐或者悲伤。我就想留下那些美好，我想给爱宝多拍点照片。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，而且这么做是徒劳，但我还是坚持要做。当时你和他为什么不相认？我想他也需要你这么一个哥哥。他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他需要的是一段正常的关系，平凡的生活，而不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这只会不断地提醒他那个畸形的家庭。你们现在的关系不是更加畸形吗？我的能力有限，为了能照顾好他，我已经把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对于你，我对爱宝的伤害会大得多。还是听我把故事讲完吧。几年前，我在医院住院，
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你，我陪着你。小孩儿。爸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你爸啊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长得像你爸？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她很恨那样的生活，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的爸爸。因为只要我爸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她就会对我特别的温柔，对爸爸也特别的温柔。我一直希望我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那天在医院碰到你们，并不是什么巧合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在那住了挺长时间了。在那儿等死，血管里的病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如果没有这个妹妹，我可能早都烂死在那个角落里了。看到你跟爱宝在一起以后，我踏实多了。爱宝需要一个爱她的人来照顾她，对她好。我以为你是那个最佳的人选。
但最后你们还是分手了。来，请到我家里吧。
could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a dream.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, and in the rest, I could fly to Paris, but sad night make我不想要干这个哎，可以转台吗？你们有没有想法？哥哥还不知道，不过他同意了，说我可以怀孕。你都是没有责任感的人，要是出身后跟你一样怎么办？我反对的理由就是那个，你又不知道吗？啊？有可能不会跟我一样。为了照顾她，我向她求婚。我骗她，我说我自己是个性无能者，她相信了。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谢谢你。你去哪儿？你不能走。我为什么不能走？我为什么不能走？你说啊！我爱的人又不是你，我肚子里还有别人的孩子，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拉住我的人是你？为什么向我求婚的是你呢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妹妹失恋了，为了照顾妹妹，求婚的是哥哥。我只想让她幸福。
后来我们搬走了，我尽可能的对她好。医生跟我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直到后来孩子出生，才给了我一个借口。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怎会有勇气？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却刻在我心里，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珍惜，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想对他怎么样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的孩子？他找到了你，你给他买了房子，1个星期来看他一次。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办一下。您说？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我一直在盯着你们呢，但我不能打扰。阿莫老师再见。再见，真乖。来。
爱宝他不快乐，但他很需要你。直到那天，我去医院拿到了通知书，然后我去了幼儿园领孩子。怎么回事啊？孩子怎么会丢呢？我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闹闹不见了。我赶到幼儿园去找不到他，他们说闹闹在课间活动以后就不见，他们不知道谁把孩子领走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谁能把孩子带走的？会是谁呢？该不会……谁？我不晓得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孩子领走吗？因为只有孩子不见了，他才能来找你。我要你们在一起，快乐单纯的在一起。只有你们在一起了，我才能开始。我们分手吧。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跟孙宁分手了？嗯。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有兴趣见见她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说，如果我把刚才他俩说的话，我全发给奶梦，他会什么反应？奶梦在这儿呢，我不想奶梦死，我只想让她离开你。后来我夺了你的公司，让你变得一无所有。我马上要离开公司了，公司正式转让给任意任副总。我不想报复你，我也不稀罕你的钱。我一个要死的人，要钱有什么用啊？我只想让你重新振作起来，这样你才能照顾好爱宝，我才能放心。你来应聘，你有什么理由让我留下你？我可以胜任任何一个工作，甚至更多的，而且我比你的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强。你这策划不行啊，还得改。主动加班呢，这算是笨鸟先飞。这些年你是做出一些成绩，但是运气有余，根基不足。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就做出点样子给我看。什么意思？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游戏了。那爱宝的继父是你把他推下楼的，对吗？对，是我干的。不过他能安分守己的话，也许能放过他。爱宝，你看在你妈的份上啊！你有照顾过我吗？你就只知道跟我要钱。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没去管你啊！看在你妈的份上，照顾过我，我没有不管你啊！那你看我现在这样子，好的，哎，操妈！哎，你他妈敢打我！行，这拳我记住了，
为这钱你还得多给我10万。要不想死在这儿，赶快滚！嘿，有本事你打死我啊！要么就给钱，嘿，否则该死的还不知道谁呢。滚！这事儿不算完，哎，你等着啊！没事吧？他没怎么样你吧？没事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你到这儿来干嘛？我来找爱宝啊。爱宝的不想见你。爱宝的母亲去世了，爱宝应该知道。任总，您找我？我要取一笔钱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我本想把钱给他了事，但他实在是个无赖。你怎么可以相信一个无赖的话呢？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我死后，他一定还会再来找爱宝的麻烦。我实在不放心。反正我的身上也背这么多罪了，再多背一条无所谓。钱呢？这儿没人，就在这儿给我吧。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20年前你杀的那个人，你有没有那么一丁点愧疚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那个人的儿子。那都是爱宝妈妈指使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，真聪明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血债血还啊！我可以把你交给警察局，让他们赏你个枪子儿，说不定还能关上你几十年。如果你命大的话，说不定能活到100几十岁，那时候还能重见天日。不可能！嘿，你没有证据，你别骗我。嘿嘿，没证据。是，这是爱宝妈妈死前写下的，上面关于你们俩杀人的一切细节都有，算是证据吗？算是证据吗？故事讲完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恨你了。你怎么看我？我不在乎，我只希望你能对爱宝好，他需要你，
这也是我最后的请求了。我已经告诉他，我是他哥哥。爱宝是个好姑娘，一定要对得起她，拜托了。我走了。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等死。等等，有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。对一个要死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吓唬到我呢？乃梦，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他知道我太想要这个孩子，为了让大家相信，他修改了自己怀孕的日期。他写的全在这儿了。我并不是想报复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。找不到，我快要窒息。Baby， 你在哪里？我要想散去，只留下些记忆。哦。
你是个谜，我猜不懂。这是报应吗？是爱，门旁呆萌，我只剩下我对不起你。过去的岁月，寂寞了，对不起，我问永远的孩子。来生吧，来生我给你们做牛做马。我们爱过的，好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，却不能感觉不到你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那注定相拥有分离。